減肥方法層出不窮，但近期美國傳出一種堪稱終極重口味嘅全新療法，竟然係利用人類排泄物製成膠囊，聲稱可以幫人瘦身。呢種聽落匪夷所思嘅方法，據講仲係由醫院推行緊。各位觀眾，大家好啊！我係泡泡，又到咗網絡補血站嘅時間啦。泡泡深入研究過呢件事，發現背後其實涉及相當複雜嘅科學原理。我哋腸道入面有大量嘅細菌，形成所謂嘅腸道微生物群。科學家發現，體重唔同嘅人，佢哋腸道入面嘅細菌組合都有明顯分別。有啲研究指出，肥胖人士體內某啲特定細菌比例可能較高，呢啲細菌或會影響身體儲存脂肪嘅方式。基於呢個發現，就有科學家提出透過糞便微生物群移植，將健康瘦人嘅腸道細菌轉移到肥胖人士體內，希望可以改善佢哋嘅腸道環境，從而達到減重效果。當然，呢度講嘅並唔係隨便拎啲排泄物嚟食，而係經過嚴格實驗室處理、篩選同去除雜質之後，製成無味嘅特殊膠囊。為咗驗證呢個方法嘅可行性，科學界已經進行過唔少研究。例如喺動物實驗當中，將瘦老鼠嘅糞便樣本俾肥老鼠服用之後，觀察到肥老鼠嘅體重有所下降。而更有醫院，例如美國麻省總醫院，已經開展咗人體臨床試驗，招募參與者服用呢種便便膠囊，持續追蹤佢哋嘅體重變化同埋身體各項健康指數，評估實際效果同安全性。泡泡睇到呢度都覺得科學嘅發展真係超乎想象。我認為呢種便便膠囊減肥法雖然原理聽落有根有據，亦有初步研究支持，但始終仲係處於早期嘅試驗階段。佢嘅長遠效果、潛在風險同副作用都仲需要更多時間同數據去驗證。所以大家睇完當係增長下知識就好，絕對唔可以自己亂咁嘗試，更加唔應該隨便相信坊間任何聲稱有類似功效嘅產品。喺呢度提醒大家，任何健康問題都應該先諮詢專業醫生嘅意見，因為我認為科學探索雖然係好事，但係應用到人體身上，安全永遠係第一位。今集就講到呢一度，下一集會繼續帶俾大家更多精彩嘅內容，希望大家可以訂閱我嘅頻道同俾個 like 啦。